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流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希儿，小心河，玉安堂，快去救援！快点！所有人留下，保护郡主安全。是，撤。 一定要撑住！殿下，这次瘟疫是有蹊跷，牵扯众多，殿下还需多加小心。还有，昨日我们刚查出疫病来源于水井投毒，今日便有人想要将太子妃置于死地。小心河！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。 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。怀流，怀流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玉安堂内众人也都无事。 你先好好回宁府休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！我就一天没跟着你，你怎么又出事儿了？这段时间还真是多灾多难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庙去拜一拜？您是该去拜拜，让佛祖保佑您呢，别再受伤了。这算什么伤啊？这是我跑脱力后不小心在地上磕的，怀流那才是真受伤了。要不我去庙里拜一拜的时候，也顺带捎上怀流。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。 要不然，是挺及时的，还挺帅的。你说谁帅？怀流的伤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我这么久未见，结果开口就问其他男人的情况。 大佬怎么谁的醋都吃？怀流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
你就没有其他的话想跟我说？你过来，再过来点儿。小星河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小星河，我好像知道什么叫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一句话可以夺人性命的感觉了。那种情况下，以一人性命镇住场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杀的那个人，也不是无辜的，你没有错。我以为你过几日才会到。我先率了3000骑兵过来，大部队还在路上，过几日就都到了。你亲自来了，那京城怎么办？无妨，宁王已经先回京了，有他在，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场瘟疫应该是萧旭主导的，但萧汉也参与进来了。的确，瘟疫不仅是冲着我来的，更像是冲着整个宁府和乙州来的。若是宁府和乙州出事，老头子在前线必然会受影响。若我再出事，跟萧星恒的婚事自然是告吹，老头子也很有可能跟萧星恒反目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这种为达目的便草菅人命的手段，的确和萧旭想获取兵权，便想折损15万将士的阴毒计划如出一辙。那萧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封城那日煽风点火剩下的2个人，与这2次刺杀你的刺客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萧旭派了人传染瘟疫和挑拨闹事，而另一批人则是专门来刺杀我的？是。谈个恋爱好烦哦。后悔了？那倒是没有。不过殿下的聘礼准备好了吗？娶本郡主可是很贵的。本宫以整个灵华宫为聘，不知够不够娶郡主？勉强够吧。那本宫还要多谢郡主下嫁。应该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姐不好了，府外被一群世家子包围了，他们叫嚷着要让小姐出面呢。急什么？有大佬在，还轮不到我出面呢。安心躺平就是啦。我说李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竟敢来我宁王府闹事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家只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没在门上挂宁王府3个大字。哎，此言差矣，我们今天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不过是想求见岳西郡主，希望岳西郡主赐我们一些药草罢了。我呸！有你这样求药的？再说了，现在药草本就紧缺，凭什么给你们呢？就凭你们一个个一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哎呀，疫情发作时还要出门，封城之后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家中，都不如人家寒门子弟，还知道出门帮忙。你别说的跟你们多高尚似的，太子运来的那些药草不全被你们垄断？咱们都是世家，不能光你们吃肉，我们连口汤都捞不着吧？对呀，污蔑当朝郡主，
可是等同诽谤皇室，轻则流刑，重则斩首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！我们不过就是想见岳西郡主，求他手中的药救家中长辈而已，难道行孝道还错了？走！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拜见太子殿下！拜见太子殿下！哪儿来的狗东西，也敢找岳西郡主的麻烦？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因为家父患病，这才想向郡主求药，一点都没有为难郡主的意思啊！留你一命，是因为你是为了尽孝。如今所有的药材由官府统一配送，优先给玉安堂、道观、书院的患者使用，其他警患咳疾的人且等上些时日。朝廷派来的药材已经在路上，再过不久，人人都可以吃上药。若有单独需要提前用药者，不用来宁府，尽管来找本宫。可还有疑问？没有，那还不快滚！滚！多谢太子殿下为宁府解围。职责所在，不用多谢。既来了宁府，就没有不拜见宁老夫人的道理。老夫人可还方便？来，请。马上就是年关了，殿下一个人身在益州，无亲无故的，若不介意，就在府上过节吧。是，祖母。哎，祖母，怎么还没成亲呢，你就改口了？什么？祖母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秘密。不过我更好奇，你是怎么跟祖母保证的？祖母能让你还没过门就改口了？我答应了祖母，她担心的都不会发生。啊，对了，祖母还让我来府上过年。祖母还真把你当自己人了。早晚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的家庭地位不是有威胁了？有你，才有家。主子，主子，你让我查的宫中10年前那场瘟疫和这次瘟疫的症状，果然如出一辙。10年前瘟疫，难道是小说中我还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1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瘟疫。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、高烧，再然后就是呼吸困难。这些病状跟如今益州城的瘟疫一模一样。主子，益州瘟疫，萧兴亨已经查到我们了，至多10日，他便会带着证据回到京城。之前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的确如您所料，当年叶庭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，与如今益州城内爆发的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属下翻阅了当年记录叶庭瘟疫的卷宗，确定益州城瘟疫与当年叶庭的瘟疫的确同宗同源。所以10年前那场瘟疫也是人为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萧汉。对哦，萧汉的生母就是叶庭的宫女。那希儿，如果这背后之人与我猜测一致，那此事就非同一般。我必须马上回京一趟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如果你觉得危险，就不想带上我，那我就必须去。至少我在你身边，你才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
小汉，你今日又在玩什么新游戏？你怎么了？本宫知道，最近的计划多有不顺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个。乙州瘟疫只不过是个引子，萧星恒，他不会得意太久的。7年前，后宫叶庭17名宫女相继发病身亡，娘娘可还记得？据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出现了发热、头痛、高烧，甚至呼吸困难，这些症状与如今益州城所发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而那瘟疫从何而来？娘娘与儿臣心知肚明。为何？贵妃娘娘，当年在掖庭之中，你想杀之人是谁？儿臣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多日，左思右想，也只能是一个人。你是何时知晓的？从你小杀命出心灭口的那一晚。哟，这么早啊？那你为何现在才来问本宫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听我说我不忍、不愿、不信？的确，除了小心求证，我也曾试图说服过自己，这不过是巧合。可是贵妃娘娘，这益州城百姓的瘟疫，只能出自于娘娘之手，要我怎么能不信？为何杀我母亲？本宫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位女子，因为家族趋炎附势，谄媚权贵，被当作族姐顾宠的礼物送入宫中。她果然不负家族厚望，得了几月的恩宠，有了身孕。可防不住深宫重重，人心险恶。孩子没了，女子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后来，族姐的孩子长大了，家族也从一开始寻求后宫顾宠，变成了储君之位的争夺。于是，便开始劝说女子收养深宫中的皇子为己所用。可拿捏人心不易，不能找后宫中有母族作为依靠的皇子，只有一无所有、深陷绝望的孩子，才能被铸成最听话的头。我需要你，绝不会让你有任何退路。
杀了我的母亲。那是因为她该死。身为宫女，却有了皇子。即便是本宫不动手，她在这深宫也活不久。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你说过，你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你竟相信我不会杀你，真是可笑。10年前，我以为你是我深渊里照进的一道光，可你却也是将我推进深渊之人。小寒，别！你知道吗？从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从未将你当过一母。别怕，黄泉路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等我。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杀了他，他本就该死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帮你动手，免得脏了太子殿下的手。贵妃之罪，自有大理皇法处置他，轮不到你处决他。小心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恨那个造成我母亲一生苦难的男人。我恨所有明明跟我同一个父亲，人生却是天差地别的兄弟姐妹们。我恨这个宫中所有趋炎附势、美上欺下的人。我也想尝尝把人民捏在手里的滋味。有时候，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小星河。你虽与我一样，自小被抛弃，在刘国皇室受着与我一样的苦，回到宫里，受到朝臣和圣上的冷落。可是你却比我幸运。你的母家门第显赫，权势滔天，还有宁冲熙的喜欢和宁王府的支持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就连我最爱、最信任的人，都是假的。小寒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还可以回头的。回头？来不及了。
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下辈子，我们干干净净的相遇。他们，别看。这是从北疆运来的剑毛草。剑毛草是什么？北疆人有用剑毛草煮水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剑毛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辟邪，所以好些人在遇到没事时，便喜欢煮剑毛水沐浴，或者在严寒时用以驱寒。难道这就是治疗瘟疫的药？不慌，我已经拿了一些给太医，让他给乙州病患的士兵先喝下了。参见太子殿下，郡主。下官将剑毛草熬成浓之后，喂给了垂危的几个病人，他们的烧已经开始往下降了。这剑毛有用啊！那这剑毛乙州可有足够的存量？说来惭愧，这剑毛产自北疆，多用来驱寒辟邪，并未被列入正统草药的范围，这才被下官等忽略了。因这剑毛多作为小众的生活百货售卖，所以存量并不多。无妨，我已经令人去将周围几城的存货先调到乙州急用，一会儿再去给其他几州去信，让大家一起帮忙，令朝廷倾力从北疆运送剑毛过来。这样，这疫情有了治疗方法，解封乙州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既然这剑毛草出自北疆，看来孙贵妃这一次的计划，萧许也必然参与其中。是啊，就是他一直在勾结北疆的大皇子啊。太子和郡主给大伙儿发救命的药草了，大家快过来领啊！快，乡亲们，快过来领药草啊！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！殿下，益州失败，太子昨夜赶回京城后，连夜进宫，宫中传出消息，贵妃和五皇子已经……太子见了萧汉，恐怕计划要提前了。是。
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，不论前不远